大家好，阿昌，好不幸呢，早2日就響威爾斯親王醫院嘅地盤呢，就有個42歲嘅張先生呢，就中暑昏迷死亡啦。原本都可能覺得係一個意外嚟嘅啫，但係慢慢發覺呢個絕對係一個人禍嚟嘅，因為件事之前係已經有足夠預兆俾嗰啲地盤老總啊、安全主任啊去處理呢件事嘅，係啦。但係嗰啲安全主任本係啦，40幾度睇你有冇戴帽啊？冇戴帽影相嘅喎，係啦，淨係做埋晒啲文件嘢啊、表面嘅嘢啊。但係呢一個張先生，佢喺事前已經發出咗好足夠嘅説話俾你聽，我有問題啊，我頂唔順㗎啦，係啦。但係件事係冇人處理嘅。呢度講啦，首先呢個張先生佢係嗰啲落石屎工人啦。如果大家有睇過都知㗎，落石屎嗰啲咧係扶住條喉，係啦，直到落晒所有石屎之前咧，佢都唔走得嘅，因為啲石屎一嚟咗咧，你唔喺嗰一段有效嘅時間裏邊落晒佢咧，跟住基本上就廢㗎啦。到時咧你就好大鑊㗎啦。如果係因為哎呀我要行開一排啊，跟住教石屎落唔到，係啦，輕則炒咗佢啊，重則我都唔知呢啲，就等你啲地盤嘅行內人去話翻我聽下重則會點樣啦。所以佢講呢個張先生8點幾嗰陣時已經不斷咁叫啲其他同事，可能識得落石屎嘅得佢一個，係啦，其他同事係輔助佢嘅啫。佢就叫輔助佢啲同事唔得啦，我頂唔順啦，你哋幫馬之水啦。跟住佢去到嗰啲自動販賣機，因為大家知道呢2日天係忽然間熱咗好多嘅，係啦，嗰啲機嗰啲水都人買晒啦。跟住依家喺度追究緊責任嘅時候咧，嗰啲中國建築嗰邊嗰啲人就話啦，喺事主嘅30米距離內咧就有個飲水站嘅，但係人哋向天面啊，喺天面度落緊石屎啊。首先我唔理你嗰個30米距離係咁突由佢個天面位打斜墮落去30米啊，定係地下墮落去30米？總之人哋喺天面做緊嘢，仲點去到個飲水站咧？係啦，行一行過去唔見半個鐘，嗰半個鐘嘅石屎點算啦？係啦，因為佢哋做得落石屎呢啲咧，都係好有嗰種責任心嘅，因為知道佢自己一個人嘅失誤咧係可以損失造成好大嘅損失嘅，所以就算幾曬幾頂唔順，佢都仲繼續留喺個天面度落緊石屎，淨係叫人幫手買水係啦。跟住做到食飯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已經表現到係有啲迷迷糊糊啊、神志不清啊。就算係當時地盤嗰個老總見到佢都覺得啊，呢條好似有啲唔正常喎，呆滯滯咁樣，係啦，叫佢冇乜反應，就叫個安全主任去處理下佢啦。嗱，一個正常合格嘅安全主任唔係淨係睇人哋有冇戴帽㗎，唔係淨係簽呢樣紙簽嗰樣紙做啲文件嘢㗎。喺呢啲時候你見到佢迷迷糊，佢自己都唔知自己發生咩事㗎。因為我都試過接近喺做嗰啲獨立屋嗰檔係啦，嗰啲天面係啦，你喺度碌下啲防水曬下，你真係唔覺㗎，係啦，曬到一個程度，跟住咧你想曬到個人咧，你摸落去個人唔係興㗎，已經係調翻轉頭係凍㗎，係啦。不過嗰陣時我都有啲師傅睇住我，係啦，見我哋都拉入去落翻樓下，吹住風扇飲下水，攤翻凍先，攤翻凍個人係啦，確保我正常翻咧，先俾我上翻去做嘢，就係咁嘅。但係呢一個張先生咧，我諗可能係判嚟做啦，係啊，所以就對於佢嘅狀態咧，就冇乜人在乎佢嘅，就連呢個安全主任咧，係啦，老實講呢個安全主任都係特登俾人交佢出嚟去頂呢件事嘅啫，因為佢睇唔到咁多嘅。但係佢嗰一刻嘅判斷係應該安排個事主係啦，你坐埋一邊休息又好，乜都好，甚至係強制佢。要佢搭的士走啦，係啦，當係咁樣先啦，而唔係俾完支補抗力佢飲就當冇件事走咗去，係啦。所以安全主任呢件事，你話佢無辜又得，但係你做得呢個位，你就係要負責睇住呢啲工人，係啦。佢向天面冇落過嚟，你見唔到好地地，佢食飯落過嚟，到翻上去嗰下個狀態都係有問題嘅。呢一個就係你可以喺房度涼住冷氣。去做地盤嘅時候，你要處理嘅就係呢啲突發嘅時候就牽連嘅價值，但係你偏偏冇牽到價值咧，呢單嘢老總唔會近㗎啦，所以係呢個安全主任近㗎啦。但係亦都引申個問題啦，即係好多人成日話我哋，你哋裝修好多，我哋裝修唔注意安全啊，又用埋木梯啊，係啦，跟住出棚又吱吱喳喳啊嗰啲，大家睇下。地盤，我哋都睇過知道啦。你地盤咁多年行咗嗰啲所謂嘅安全主任嗰啲制度，你可能對翻
20年前係啦，你對翻啦個死亡都嗰啲死亡啊、傷亡啊，其實分別不大嘅啫。係啦，究竟我哋係要注意安全，但係係咪你哋嗰套方法注意到安全咧？即係以呢個例子嚟講，明明酷熱天氣警告，我記得政府啲宣傳片講到嘅喎，有咩酷熱警告嘅時候要咩停工嘅喎。喂，點解呢個張三冇停到工㗎？啊，呢一個冇停到工，又歸邊度管？歸邊個管先？係啦，要有遮陰喎。呢啲咧係啦，去晒邊啊？真係有用嗰啲安全又冇人處理嘅喎，係嗰啲唔等使嘢嗰啲咧，明明喺個商場對腳企齊地下一帶，又帶埋安全帽、孭埋安全帶，係啦，明明間房係得呢個角落頭咁大嘅啫，又話唔准企木梯，要擺個嗰啲咩梯架，係啦，擺個架落去，根本嘢都做唔到㗎啦。係啦，做呢啲文件嘢、形式嘢，你嗰啲安全頭就叻，係啦。去到呢啲真係出事嘅時候，啊，你幾時先肯改良個制度防止啲事啊？永遠死親都係死呢啲咁嘅人嘅喎，一係出棚清泥頭，跟住冇啲成個棚冧咗嗰啲，係啦。你哋啲文件嘢會唔會處理啲問題啊？唔會啊嘛，好似呢個中暑咁樣，係啦，你可能佢自己都話啊，唔得，我翻去唞下，跟住打俾老細，老細唔得，我頂唔順，但係老細話唔得喎，仲有幾多車石屎等緊喎，你咁走咗去邊個落啊？嗱，呢度我估啊，呢啲我想咗劇情啦，係啦，因為正常佢迷迷糊糊之前，佢落得去食飯，佢都知道自己嗰下係好辛苦噶啦。佢有冇諗過一刻係自己可能提早收工，但係冇人頂到佢個位，幾車石屎等緊，佢焗住頂硬上。係啦，行下開始越嚟越唔受控制啦，所以你淨係行咗去咩地盤禁區，跟住昏迷。係啦，我呢度呢一個段內容咧，我都覺得有啲可圈可點嘅。係啦，但係係啦，一分除一分話啦。唉，總之就好似阿張生個舅仔咁樣講啦，烈日當空嘅下邊有神志不清，其實已經係中暑嘅先兆嚟嘅。理論上點解唔直接帶佢休息室咧？係咯，安全主任。係咯，俾完支保佢哋人走咗去，咁算點咧？係啦，究竟有冇進行降溫工作咧？有冇俾風扇佢？嗰一刻你降溫都冇用嘅，你係要將佢一個靜止狀態，去俾佢慢慢裝樽水，慢慢啜，一次過水都飲唔落㗎。你如果係嗰個狀態係，我試嗰次係，你可能係啜一啖唞一唞，啜一啖唞一唞，到個人所有嘢正常翻晒咧，你先會開始飲得到水嘅。係啊，總之就〜呢段新聞可能已經過咗2日，香港人好善忘嘅，冇人留意嘅啦。我就等阿黃先生睇翻黃先生個版本，我講一次故事俾你聽啫。就係黃先生表示，昨日大判和二判曾經交代他們認知的情況。本週3、21號食飯晚，事發前，工地主管發現死者有異常，隨三周圍走。主管見到就叫地盤安全主任嚟觀察佢啊。問咗佢有冇唔舒服，後來俾咗支補抗力佢，就由得佢繼續留喺現場，直至過咗一段時間，死者神志不清，亂跳亂跑衝入地盤禁區，然後死亡。亂跳亂跑衝入死亡禁區呢段呢，我覺得係可圈可點嘅。係啦，黃聽完管方的講述情況，坦然心生疑問。當日係酷熱天氣警告生效，食完飯下午開工，主管發現佢有異常。我好奇，地盤更緊張工作，連主管都認為有問題，要叫安全主任嚟證明真係有問題，係求救信號。點解只係俾咗支補抗力佢，就叫佢繼續留喺現場？真係好有疑問。係啦，係咪應該冇良心啲都叫佢一定要收工啦？係咪先？黃生指烈日當空下有神志不清，其實已經係中暑先兆。理論上點解唔直接同佢講去休息室？究竟有冇進行降溫工作？又冇風扇俾佢，又冇水俾佢，成個過程我覺得匪夷所思。我唔明點為之一個救援。喺有求救信號嘅情況下，你哋錯過咗黃金嘅救援機會，任由佢喺工地繼續暴曬，直到佢嚴重咗，再容許佢蹦蹦跳跳。係啦，呢個已經係管方度咗成晚諗出嚟嘅版本嘅修飾完之後嘅故事嚟嘅喎。係啦，修飾前嘅故事會係點呢？就更加耐人尋味啦。